前中共獨裁者江澤民係中共迫害法輪功嘅血債幫總頭目。1999年7月20號，江澤民因為擔心學練法輪功嘅人太多，可能危及佢嘅權力，動用全部國家機器，發動對法輪功嘅瘋狂大迫害。從迫害嘅第一日起至2021年嘅今日，中共對法輪功從來就冇講過咩法律。2000年4月20號，《華爾街日報》發表長篇報導，記錄咗中共製造嘅呢一宗駭人聽聞嘅殺人慘案。標題係陳女士直到最後的日子仍說修練法輪功是一項權利。2016年6月22號，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馬塔斯、前亞太國務卿大衛基爾格以及獨立調查記者伊桑古特曼喺美國首都華盛頓聯合發佈咗一份超過680頁嘅中共強摘器官調查報告。三位作者估計，中國器官移植手術嘅數量每年約為6至10萬例，2000年至2016年可能高達150萬例。呢啲器官嘅主要來源可能都係法輪功學員。2016年4月5號，總部位於美國紐約嘅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表嘅錄音調查顯示，前中共軍隊總後勤部衛生部長白書忠等指證，係江澤民親自下令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㗎。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係源於古老中國傳統文化嘅佛家修練大法。要求修練者嚴格按照真善忍嘅標準做好人，因淨化身心有奇效，通過人傳人心傳心，迅速傳遍全中國，傳到全世界。至今已傳播到亞歐美澳非5大洲嘅110多個國家同埋地區。從2015年5月11號起，全世界法輪功學員掀起控告江澤民大潮，至今已有21萬法輪功學員實名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控告江澤民。21萬份刑事控告狀記錄咗江澤民犯下嘅令人神為之共憤嘅彌天大罪。從1999年5月7號，我寫至江澤民的信，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到2015年1月22號，我飛抵美國紐約之前，長達15年多嘅時間裏，我比上至江澤民，下至北京市西城區德勝街道辦事處610辦公室官員韓軍寫咗大量有關法輪功嘅真相信，99%以上係以掛號信嘅方式寄出㗎。我喺郵局查詢咗近1000封，除咗9封信郵局回覆話途中丟失外，其他嘅全部妥頭。2007年3月初到4月初，我親自到北京市西城區德勝街道辦事處610辦公室官員韓軍嘅辦公室送信。每次送信，我都請韓軍親筆寫一張收條，韓軍都按我嘅要求寫咗收條。有一次，韓軍對我話：你唔好日日跑嚟跑去啦，怪辛苦噶。你俾我發個郵件就得啦。但係我仲係堅持俾韓軍送信，堅持請韓軍寫收條。我做呢件事嘅目的，當時韓軍唔明白，而家我可以明確嘅話俾韓軍知，就係為咗留下中共610辦公室，直至江澤民都知道迫害法輪功係錯㗎，仲堅持迫害嘅書面文件證據，以便將來審判江澤民之用。全世界法輪功修練者都冇忘記：第一，江澤民係中共迫害法輪功嘅最高決策者；第二，江澤民係中共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嘅最高決策者；第三，江澤民係中共將相當於40多個台灣嘅中國領土出賣俾俄羅斯等國，卻反過嚟誣衊法輪功賣國嘅最高決策者。第四，
江澤民係中共黨政軍最高層最嚴重腐敗分子嘅總後台。江澤民嘅呢4項大罪都係重罪、死罪。全世界法輪功修煉者從來冇要求中共平反法輪功，因為中共唔配，中共並冇資格。全世界法輪功修煉者都明白，8年中共積累嘅血債實在太多，中共必亡。8年中共嘅歷任黨魁中，而家仍活着嘅欠血債最多嘅係江澤民，對江嘅最後大清算一定會到嚟。